站，大家站。来，开始读1634年11月吼，1634年搁要结束啊吼，一年要搁过啊。1634年11月16一直到21，一两三四6天吼，无重要的事，有持续的北风，最后2天是乌阴落雨的天气。过来11月23，无特别的事，北风兼落雨的天气。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对迄只坎保利亚的容克船的船主的请求，就是请求讲明年伊的容克船要回航日本的时，会当停靠伫台湾或者是澎湖。利便伊甲对遮早去做船员的新仔人带转来取地。就是互伊会当踮遮停，因为伊即只带一寡船员，新仔船员转来遮安尼吼。因为几下考虑几项代志，所以决定要拒绝伊的请求吼，并且决议讲伫咧赤坎种甘蔗以及其他作物无省的新仔人，有真侪人破病，为着因的方便，会伫咧适当的所在起造一间病院，就是会当用来鼓励即寡新仔人，也佫会当借用来招来其他的人对新仔来遮啦吼，来遮做事啦吼。并且决议讲5月9日公布的迄张有关出售蔗物的报告，出卖蔗物啦吼的报告。议会发现并无被确实遵办，因此决定要重新改令，并且为着要更加妥为监督执行就是为着要搁较执行搁较好啦吼，要指派一个管理员去现场收取罚款。即个公报是啥物内容？我无印象。5月9日，有写无？我无爱转去遐啦吼，这无重要啦。11月24，对几个生仔人遐知影讲，伫咧打狗附近有停泊一只容克船，约讲是迄只日本人的容克船，因此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明仔载要派一只容克船去遐秘密侦查。今仔日有强烈的北风。11月25日，下设商务员 Peter Smith 坐一只容克船出航，照昨昏的决议要去打狗侦查停泊伫遐的迄只容克船。下晡，伊坐容克船来到即个城堡南边差不多半海里的所在。即个城堡是讲打狗吗？OK， 迄当阵，但是我毋知打狗遐有城堡吼。迄当阵因为强风，所以必须要停泊伫遐。要暗的时阵，史密特先生坐迄只容克船入港，长官阁下报告讲，
所以伊是下晡已经佫转来啊，下晡转来，作用佫用迄阵来到即个城，不应该是讲即个着咱遮城南边半海里的所在嘛，因为强风必须要停伫遐，要暗的时阵，什物着先生才伫迄只用迄阵才入港，来中华国校报告讲，迄只用迄阵是对那加萨基来的长崎长崎再有38个死仔人，是属伫一个名叫做基哥的死仔人、死仔生理人即个生理人是住伫个那加萨基是伫个本9月10号对那加萨基出航，对迄只用迄阵的头领知影下面的即寡消息。落长咱来看什么消息？对日本来的消息咱来看，有8只荷兰船抵达希拉岛平户平户。根据即个觉察，迄只一直了希望会当到日本的大船 Glutenbrück 号，并无到日本。哇！即只船我看是真正沉去啊但是有真侪货物因为供应过量，所以迄个售价无好卖价无好啦价钱无好，就是进价进货价小是5两银的天鹅绒绒布啦天鹅绒，结果以7两来出卖就是进货5两出货7两银。另外是虎潮是伊讲叫做 Symptoms， 这是荷兰文Symptoms 虎潮复仇大南虎的虎，潮断的潮绸缎。另外是有刻花有雕花的海鱼，这啥物件？海皇海鱼，旧年拢卖到5两银结果即摆已经计数落到32钱红西菱卖价是4两，过来是啥？梭面是啥物件？梭是缩短缩面是迄个缅甸迄个面梭面这毋知啥物件？面我查一下面，了读面面可能是读面嘿对，读做面还是面缅甸即个面读做面还是面所以缩面的缩面但是这啥物件我毋知影。缩面红色的、白色的拢是46钱，这是合理的价数。苏木卖价是31钱5分。暹罗的鹿皮，根据听讲啦听讲是以合理的价数卖出去咯台湾的鹿皮却敢若卖28两，这是无正常的市价白糖7两，乌糖5两，即只讲几两拢是几两银啦毋是金啦毋是金是几两银。含其他的年度比起来，这是算是合理的价数，就是糖啦糖的价数。青丝伫咧拍卖市场，阮的每担卖价是270两，葡萄牙人的卖价是260两，希腊人的卖价是230两。你看迄当阵就厉害啊希腊人就是有法度成本就遮压个遮低无伊是啥？希腊人的卖价是230、250到270两无共啦各种无共的价数。
希腊人有25只希腊人的容克船到日本吼，因载运1000担的青丝以及一批丝质的布料和其他的货物到日本，其他的货物的价数拢照即个比例咧变化吼。对马尼拉有5只容克船载运苏木、少量的丝、白糖以及其他的货物抵达，但是抵达日本嘛吼。也对家人有2只载上述的货物抵达日本。即寡货物是用交互一个住伫长崎的西班牙人的一张批所订购的。因的货物以及迄5只对马尼拉来的货物，拢袂当出售，袂当卖吼。但是拢运转因运转去因所出航的所在吼，运转因载转去，袂使卖吼。对澳门、马口有一只葡萄牙船载少量的丝，但是载有真侪布料来到日本。因伫咧即寡人对长崎出航的同一天，也是要航离长崎。若是讲到阮的船，根据因的讲法吼，伫咧迄一天的5天后，要离开希拉岛，无荷兰人去调停吼。到迄当阵也无荷兰人被调件啦吼。即寡情况究竟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即只容克船的首领伫咧顶一个季节的5月吼，来过台湾，伊无摕因的国王的通行证，即嘛是共款无摕通行证。迄时吼，长官阁下甲议会已经特别甲伊讲，不得阁来台湾，或者是此地沿海的任何所在，伊才带伊的容克船离开吼。而现在伊又阁违反即个特别的命令，又阁来到台湾吼，带来一个名叫做“志意愿”的华商写互生理人韩曼的书信批啦吼，批哩讲，即寡人以前迄只容克船因为伤老伤旧，已经卖掉吼。长崎的长官买即只新的容克船吼，即只较早是海贼船，并且请求韩曼协助因。因此，即寡人因为即张批吼，或者是另外有阮所毋知的动机啦吼，前来此地。写甲落长是咧写啥？你讲为什么即只容克船违反伊顶会甲命令讲你无通行证袂使来？为什么伊会阁来吼？是为什么阁来？我若看袂出来吼。好，因案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上述即只容克船将要根据总督阁下命令，又因为无通行证，也无摕日本国王或者是任何官员的证书吼，决定要甲迄只容克船并所有装载货物由公司来没收。迄寡装载顶头载物件吼，会列清单作为公司的收益，而迄寡希腊人拢爱关伫咧一个避雷船沃曼号顶头，一直到后一遍有船要去巴达维亚的时阵，才甲因送去巴达维亚。今仔日北风好天，11月26日。
上述迄只容克船来遮入港，煞随时来甲管制，甲所有的希腊人，除了迄3个主要的人吼，为着要命令因前来避免会当折顺吼，为着要互因要来甲因带来折顺吼，甲所有的希腊人拢带入去平底船沃曼号，因为有强烈的北风，今仔日袂当落雨，只好明日再来落雨。落即只违规的即只容克船的雨吼。11月27日对迄只容克船来落雨，所在的物件是240担的铜，2565里尔的现款，有丁文，嘛有正文吼。丁文是写字我嘛看无吼 ，Shoe with silver， 正文是 Soma silver， 96包日本米，100个地鼓，以及其他无值钱的细项物件。今仔日有3只渔船前来，载有盐甲米。今仔日透北风。11月28日，吕次，查者吼。应该是读做李啦吼，读做吕吼，吕次，吕还是吕次哦，伊即个今日顶的例句吕吼，吕次吼，读吕吼。吕次提及的迄只容克船已经落雨完毕，另外的3个希腊人也带入去平底船沃曼号，确实甲因关起来吼，监禁。下晡有11只细只容克船对希腊前来要掠鱼，载有盐甲米。11月最后一天30。11月29、30日，无特别的事，北方今仔日有18只细只容克船对厦门甲烈士前来要掠鱼。过来12月1号、2号，风游湾含章相向，有8只细只容克船对希腊前来要掠鱼。12月3日，落长吼，稍等下，我点一下目睭晓啊，目睭足涩的。目着水啦吼，踮咧目睭较袂遐尼涩。
好，12月3日，咱来继续看吼。北方有一只容克船对日本抵达台湾，载有43个生仔人，是本9月25日阮报告的迄寡对马尼拉去长冈萨基的容克船当中的一只吼。报告讲，因伫农历第4月初1日，用因的容克船载43个生仔人载烧马和面粉，无符可证。该动另外3只容克船对长冈萨基出航前往巴纳苏拉。遮有一寡注脚看觅吼，巴纳苏拉伊第3个啊。第1个是本9月25日，这是要注啥？伊讲是应该是写毋对，应该是顶9月25日吼，因为即马才12号，12月3日尔吼。另外是第2注脚是讲是因伫农历第4个月的初1日，注脚是写讲就是迄个阳历阳历4月27日吼。另外是巴纳苏朗即个所在吼，讲即只容克船是对长冈萨基出航前往要去巴纳苏朗即个所在。巴纳苏朗是伫鲁爽岛西岸沿海，即嘛叫做林加岩吼湾的西边。早一日吼，我相信各位可能对菲律宾拢介生分吼，这是咱的厝边，但是咱对台湾人对即个所在无了解足少吼。当我第一道听着讲菲律宾捌去互西班牙人殖民400年的时阵，我嘛是真意外吼。我毋知影讲哇，原来菲律宾有西班牙殖民400冬的即个历史吼，400年的吼。林加岩吼，林加岩，菲律宾叫做巴彦林加岩吼，有汉字写班斯兰吼，这是啥物？捌听过吼。林加岩，伫个菲律宾，即个鲁爽岛的，遮一个海湾啦吼，伫即个海湾遮，碧瑶吼，碧瑶市遮。鲁爽岛，鲁爽岛伫个日治时期的时阵吼，咱足侪去台湾人做日本的即个军属的吼，有一群人就是送过来即个鲁爽岛遮吼，所以恁至少我外公较早就是伫遮吼，阮外公是有转来吼，我知影足侪人是无法度转来吼。著伫遮，著死伫即遮吼。好，咱继续看吼。好，讲迄只容克船是该动另外3只容克船对长冈萨基出航要前往鲁爽岛的即个巴纳苏兰湾吼，伫遐要停留3个月。购买500担的树木，300担的糖，100捆的落皮，每一捆70张落皮吼。交易了后，再搁转去长冈萨基。到长冈萨基了后，奉准要载去的280担的糖，以及每一担糖每一担6两银来卖吼，200担的树木是1担2两的价钱出卖吼。所有的落皮除了1000张损害去的吼，还要放伫个容克船内底以外，全部合作伙到做一个以100张19两来出卖，100张19两吼。迄当阵因为所有的外国人拢必须要离开日本的日子。
注卡写讲是第9个月的第20日，我来第4个注卡看觅吼，讲是阳历11月20日啦吼。伊无讲为虾米必须啊，即工所有外国人拢一定要离开吼，毋知啥物原因。因此，因着带着所存落来货物，差不多是20担的糖、300担的蔬木以及一寡损害去的落坡，已经用所卖的即个货款来还进前的负债。所以，因着载即寡拄则讲的20担的糖、300担的蔬木，甲一寡损害去的落坡来到台湾遮要来做交易，然后再要搁转去日本，因为迄工是一定要离开的日子吼，所以拢赶我出来。迄3只含因斗阵去班仔输人的即个用客船吼，有一只含因同齐。含另外一只用客船对那甲萨奇出航，拢拍算要来台湾，但是毋知影因去倒位。迄2只用客船当中的一只比因的搁较细只，迄只船主的名叫做郭一挂吼，但是伊本人并无伫咧船顶。听讲伊是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拍算要坐阮的大船，军岛来台湾，但是另外迄只用客船比因的搁较大，迄只船主名叫做比挂吼。迄2只船载啥物货物，因并毋知。去过班仔输人的另外迄2只用客船去了日本的其他的港口，毋知影因要去倒位吼。又搁讲，日本皇帝发出一道告示，讲以后不准用客船对马尼拉或者是班仔输人以及附近的地区前来日本的任何港口。几工前，当上述的外国人必须离开的日子到期的时阵，葡萄牙人还未甲因的船准备好会当出航，因此被那加萨奇长官下令用桨摇出港外，命令因离开吼。即个代志被执行了吼。硬送走就对了吼，连船都无，嘛是上款用桨摇出港外，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介有吼。用桨摇出港外吼，我搁来讲，但是一定要船啊，无用桨要怎用？好，因所有的货物拢去互日本生意人犒劳落来做行因的债务吼，因负债是1000万两，哇！将要还无够，因要即寡，就是即寡物件吼，犒劳的物件，还差不多是20万两尔吼。伫咧长萨奇，荷兰人带来70万两银，听讲是为着要交易金银的金银吼，就是较油的银啦吼。也只有阮的船只到航到迄个所在沿岸，荷兰人伫日本国王来命令讲，爱率领全部公司的人员对希拉岛对庇护转移到那加萨奇吼。为着即个目的，已经有几啊荷兰人去那加萨奇查看适合起厝的所在。又搁讲，该国王将颁布一道新禁令，禁止希腊人伫日本停留超过1年。若无，就要长期带伫日本，不得前往其他所在，甚至也不得前往希腊。若是讲到死的销售吼，死的袂情形啦吼。
和头前所讲的是一致的吼，但是关系到布料的情形，因嘛毋知。讲对谣传啊吼，听人讲啊，哦，对谣传知影讲颁发了2张前往港南的通行证，一张前往柬埔寨和一张前来台湾的通行证。但是确实的情况，因嘛毋知。有偌济船到日本，因嘛毋知。关系到女子国下的代志，或者是毋是有荷兰人被调遣的代志，拢无法度无确实的消息通甲阮讲。即寡代志拢有犹太时间分晓。即个女子国下吼，女子真可怜，搁伫遐。今仔日有64只新仔船对新仔无共的所在来到台湾，要来掠鱼。好，这是12月3日，写甲落落长。12月4日、5日，有7只渔船来到台湾要来掠鱼。今仔日下晡，阁有一只日本的新仔人游客船来到台湾，载有400担的树木、少量的糖、落婆以及其他的细项物件。即只船和头前迄2只相款，拢是被长官和议会没收做公司的收益，因证实上述的消息。歹势应该是6号吼。12月6日，有41只渔船对西南沿海前来要掠鱼，有72只渔船出航去南方掠鱼。今仔日有强烈的北风。12月7日，今仔日透早快艇免路号对日本来到台湾。俄罗上帝是伫11月25号吼，11月25日改动要直接前往巴达维亚的 Grow 号和 Swan 号航入日本的吼，就是即只免轮号和另外2只，伫同一天离开日本。报告讲 ，Weben van der Oft 号也已经准备好。这船叫做威根van der Oft， 已经准备好，伫个过当日早起要出航前往暹罗。愿万能的上帝带领所有即寡船拢会当平安抵达目的地。公司伫日本的状况，俄罗上帝还阁和以早相像，只是货物的价数较低吼。迄寡死奉因国王的命令，摕去拍卖市场来出卖，敢若卖着240到260两银。天鹅绒由别人来出卖，卖得就是卖7钱啊吼。红色的锁面卖价是4钱，虎头28钱，其他货物会当安尼来推算吼。阮的船只淹浅的原因，是因为一只葡萄牙船造成。迄只葡萄牙船应该是伫阮的船出航的15日进前就出航，但是却伫个搁较早就出航了。葡萄牙人的所有的货物拢被日本商人扣留落来，行因的负债吼。所以伫1630年来到长崎，哇，写甲落长，但是我实在是看无重点。到当一直被收禁伫个日本的迄个被搞葫芦涂了的葡萄牙啦吼，就是一直
关伫日本的迄个已经拢头壳拢无清楚啊吼，迄个大赛吼，葡萄牙大赛已经被释放，以后就无葡萄牙人会当伫日本停留超过1年吼，而且所有以前就住伫日本的葡萄牙人，今年也就拢爱坐迄只葡萄牙船离开，因的代表已经去去顶头啦吼，上方吼，讲是就是一度吼，就是工户。因伫咧遐做啥吼？将来有犹太时间分晓。卡隆先生，卡隆先生伫咧今年的3月14日，被因的皇帝陛下召见。礼物也被接受，但是对阮公司的主人并无达成重要的效用。将来库库巴卡阁下要伫咧布雷达姆号出航以后，要亲自去上访。即上访可能拢是讲一度啦吼，功夫将赴，伊将会有啥物成就？阮着爱耐心听候消息吼。愿上帝互伊会当得到好的结果，以便公司会当解除伫日本的困扰，定心来得到自由贸易甲其他的好处。追捕天主教徒的代志，伫咧长崎和即个希拉岛吼，平府吼，边吼拢已经积极进行吼，要掠天主教徒。迄寡人啊，甚至是囡仔，拢用真凄惨、真闻所未闻的痛苦来处死吼。快艇 Old Water 号伫咧装好货物了后，将伫咧缅甸号出航的同一天，随后要出航吼。今仔日有8风好天。我家己读着拢重点拢无抓着。10点10分。12月9日。无特别的事，今仔日有8风。今仔日张瓜普特嘛是国下和议会决议，要尽量较紧派即个平底船我梦号前往闪岛，并且要经过波劳川堡，这是啥物所在？就是皮江北哦，伫咧我咧摇，这应该就是占坡嘛吼，就是迄个伫咧越南外海迄粒岛吼，占坡岛吼。讲即只平底船要经过即个占坡岛，但是咱伫遮定拢看伊是写占巴岛吼。好，伊经过即个占巴岛是要探听看有阮的船只来过遐，或者是还阁伫遐。当决议讲要命令快艇缅甸号入港落货，并且暂时留踮咧台湾，因为台湾非常需要吼。也决议讲所没收的迄3只日本的希腊人用客船的所有的希腊人，到现在拢还阁关伫咧平底船我梦号离岸即个碉堡的海堡遐，决定要甲因带转去因的用客船，互因确实来看守，而且要阁对每一只用客船带出3个重要的人做认职，拘禁伫咧上述的碉堡里，并且决
关系到没收所有日本的希腊人用客船，阮将依持上述的决议，尊尊重尊重总督阁下的命令。12月10号到13号，有约100只用客船伫个即几天出航去南方捕鱼去掠鱼，并无特别的事。大部分时间拢咧透北风。扁底船我梦号伫个本月11日已经出航前往暹罗，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抵达目的地。12月14日下晡，快艇 Old-Water 号对日本来到台湾，上帝是伫个本月3日开动扁底船 Shagen 号，伊直接航往巴达米亚，对遐出航的，遐是指啥物所在啊？看袂出来。报告讲，快艇缅甸号出航了后，迄边无发生重要代志。布雷丹号将要伫个1月中载真侪云转来。今仔日北方12月18日，就是15、16、17、18 4天无用伫对快艇Old-Water 号来落雨，但是因为大风伤透所以落了无讲介侪。今仔日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要尽量较紧甲即个上述的快艇的货物件甲落来，以便尽量较早准备前往暹罗。为着要尽量装载暹罗所需要的货物，以及伫个军机内做军也有可能会运来的货物，并且决议讲，迄3只没收的用客船的所有希腊人，拢爱带入去上述的即个 Old-Water 号，送去遐分别带要带入去 Delft 号、我梦号以及其他的船顶，送去巴达米亚。今仔日有4只小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南方掠鱼。12月14嘛12月18啊搁来12月22。7月则无安尼12月19、22、224天进行对快艇 Old-Water 号落雨的工作。快艇缅甸号为着即个目的，伫个本月19号已经驶出港外，以便一切当真紧来进行。今仔日派一只用客船载鱼仔出港去装入去 Old-Water 号即几天也有2只小只用客船出航前往厦门，一只前往安海，大部分时间拢继续咧透北风或者是西北风。即几天也收买一批丝甲其他货物，即寡货物已经由一只用客船运来到此地1-2个月啊，但是因为货主伫个契约顶对介绍一直无同意，所以必须要拖延前遮尔久才来收购哎呀，我读到爱困了，结果我读是读啥，我家己都毋知影意思。11月27日23、24、25、26、27无重要的事，即间有2只小只用客船对厦门来，以及一只渔船对南方来此地。对该渔船收到差不多4000尾乌鱼来做即个11色，大部分的时间拢有北风。4000尾算10分抽1分，是着4000尾。所以，伊乌鱼实际上有4万尾就对了
12月28日。今仔日长官普特曼阁下含议会决议，要命令快艇奥德瓦特号载30大清洗200匹的雕花的海鱼，以及100匹平常的含下顶的天鹅绒去暹罗刺销气味啦吼。免任何一落好了，就要即刻搁出港去落即个奥德瓦特号顶头原本有的即个号码，互奥德瓦特号会当较紧准备好出航前往暹罗。其实我看无甲有啥物命令快艇奥德瓦特号载30大清洗200什么海鱼什么要去试卖，佮免任何第一落好了，就即时要佮出港，先落奥德瓦特号顶头所有的号码。OK 好，这是12月28。我来看一下海鱼是啥物件，Google 一下吼。海鱼，海鱼是，这是鱼海啦，题名是鱼海，毋知海鱼是啥物件。无看到吼，毋知啥物件。好，12月28安尼，来，过来12月30。12月29、30日无特别的事，只干那免任何按照本国月28日的决议出港去落奥德瓦特号的号码。要汽车小车将客船出航前往厦门，即几天有北风好天。12月31日。31日落长吼，安尼读即摆才20分。新仔商人韩曼带领2只洋客船对新仔来到台湾，所在的大部分是死，是一个布料、灰仔甲其他号码。报告讲，伫个新仔经过济摆，继续往金门、海盗以及其他的大官交涉了，还是无法度取得书面的命令来含阮制定契约，或者是来结盟，因为即个结盟，我读查一下即个盟字，我读盟来对啊毋对？读盟吼，盟，读到倒位啊？吼，就是即个韩漫啊吼，已经济摆往金门、海盗、其他其他的大官交涉过，但是还是无法度得到书面的命令来含阮来制定契约，或者是来结盟，因为被因的国王陛下严令，今年伫个海上肃清海盗以前，就是严肃嘛吼，严肃。今年伫个海上肃清海盗以前，不准任何商船前往任何所在去贸易，因此现在也
不得也毋敢因的国王陛下提起荷兰人的代志，不过将来会真认真来办理这项代志。伫即个期间，阮要对会当含任何人自由交易感觉欢喜咯，应该感觉欢喜咯。而且因现在也已经无阁提起因所遭受的大损失的赔偿问题，并且现在也付考了5只用克船来含阮贸易，还阁决定要发通行证，予所有会当来申请的人，只要阮需要偌济生意人，阮的资金需要偌济商品，因拢会为这来批准生意人过来交易。好，继续读。在2号31，然后最后一工啊，甲读了吼。关系着阮被活掠荷兰人，伫咧伊抵达以前真久，就已经被国王命令送去朝廷了。所以因对要解放、要释放即寡人吼，是完全无能为力。根据因国家的习俗吼，根据即个西纳惯习吼，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袂当阁被释放出来，但是会伫咧遐被好好对待。就是一旦被送去朝廷，或者是送入去国界内底吼，都袂当凊彩来放吼。上述即个函文也上述的大官来表明讲，担心伫咧阮和荷兰国王的代表中间无签订书面契约的情形之下，一旦换来新的官吏吼，就搁一切拢会去互遗忘，去互放袂记吼，就敢若较早发生过真侪遍安尼吼。伊即嘛是咧讲啥物人？好，毋知进前是啥物去互袂记。对安尼，因的回答是讲，即种代志现在袂阁再发生，因为即嘛已经允准前往台湾通商的用克船爱缴纳国税，以早拢是偷偷仔去交易，无纳税吼。因此，将来即使即个官吏要阻止或者是要禁止即种通商，也无可能，因为因必须要每一年来填缴所收到的税金，而且以后如果因为希腊政府而造成荷兰人的损害，也会来甲因补偿。因此，该官吏命令上述函文。甲阮讲，毋免阁烦恼咯吼。颠倒头柄就是将来会允准阮自由贸易，就敢若允准马尼拉、暹罗或者是其他所在的人自由贸易安尼吼。就敢若即嘛已经有相款吼。又搁煞接讲，荷兰人还阁要伫阮的书面做啥？因逐遍来批所要求，已经拢批准互因，拢爱享受和马尼拉的人共款的贸易。即种贸易因现在已经被批准咯，因还被批准，因的船正伫咧来往伫咧日本和其他所在。若是拄着暴风或者是歹天吼，会当伫阮的沿海停泊2、3、4工。即使派因的人上岸，也袂当遭受到阮的居民任何伤害。不过，如若发生即种代志如何？阮嘛对上述的函文遐知影讲，海贼老兄伫1个月前就去盘踞伫咧坎头，就是广东
性烟花，可能伫个海风附近吼。哦，伊就是老乡，伊个人要伫个遐做据点吼。伫遐被风关，关系着阮被因活掠的朋友，抑阁有差不多20个人是活的，也有60个葡萄牙人被因活掠。因是坐一只要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被伊夺取时所被活掠的。这是讲啥？好，因将军伫个军旗内要用3万里尔来赎回马卡奥，对迄只用葡萄牙船夺取的货物，大部分还阁留伫个伊遐。下晡快艇免路途又阁来入港，我的瓦特号就出航前往暹罗。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及时抵达暹罗啦吼。今仔日透北风。好，12月31日吼，咱读到遮啦吼，搁来到1635年。看一下巴比的记录吼，笔记。索缅吼，巴比有查啦吼，索缅我拄则无查，是一种柔软的真丝吼，主要是用来做迄个kimono 和服啦吼。京都府北边的丹后地区，制造索缅已经有300年的历史。然后年里因为穿 kimono 的人减少啊吼，产量也理所当然来下降。索缅巴比有查吼，吉里面日文啊吼，日文叫做吉里面，也有一种食物叫做索缅杂鱼。吉里面 Zako 是经过打扫处理了后的一个沙丁鱼苗，称作索缅杂鱼。部分店家伫咧出卖即项商品的时阵，会将伊做即个配饭或者是配菜料吼。雷厝逐摆，丁文是田中兄所写吼，丁文是伫日本对石丁时代一直到明治维新中间所使用的一种云钉吼。丁文的外观，那敢若是一个海参的条状吼，但是并无规则，因此重量嘛无固定。大约是43，这字我袂晓读吼，约略是161公克。因为顶头无刻伊个哨牙啦吼，所以实际上使用着要用成磅角决定伊的价值。这是日本的丁文吼。搁来是例亚所写菲律宾的宗教88%是基督教。即若项我所知，但是这是写啥咱看无？79.6% 是天主教，我知伊主要是旧教啦，菲律宾是旧教国家吼，毋是新教吼。所以你看即马伫咧台湾的一寡菲律宾人吼，来菲律宾的一寡来台湾讨趁的即寡，因伫咧礼拜的时阵，拢会去天主教堂较济吼，毋是讲无新教有啦，但是主要是因嘛是主要是旧教吼，所以主要因会去天主教堂。其他的基督教宗派9%，回教6%，其他的5%。一开始写讲88%基督宗教是啥物意思？我都看无吼。OK， 我有讲戆影吼 ，astonishment，shocked 吼。
就是拄则我讲这西班牙，菲律宾比西班牙殖民400年吼，公领吼，真意外啦吼 ，shocked。林眼岩正式称叫做林眼岩市吼，是菲律宾班苏兰省的一个，就拄则讲迄个所在吼，迄个海湾，差不多是10万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要地吼。好，咱继续看，1634年日本锁国，外国人拢爱离开，吼，这是即个马文有补充。所以迄当阵讲，为什物迄天了后，外国人拢爱离开，就是日本开始锁国啦吼。长冈萨基是伫咧日本九州西部即个都市吼。袂歹，大家拢诚认真，报一下。好，马文有提供宽永10年第一道锁国令吼，禁止红树船，我毋知啥物叫做红树船，以及以外船只来渡航。此外，禁止留伫外国5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国吼。宽永11年，1634年吼，就是第二遍的锁国，所以即嘛，即就是讲第二遍锁国，佫一次通达第一次锁国令的内容吼。可能是礼拜日，蒋委员日期倒转。好，条件。天香兄写吼，工商服务，教育部伫咧5月14日公布全国浓缩稿吼，内底有天香兄所写一个空中旅行伫第24篇，各位有兴趣看，甲伊个 link 点去看吼。好，爸比讲拄则可能重点就是荷兰人有小道消息啦吼，葡萄牙人无允准去日本啦吼。讲迄个托古卡瓦幕府吼，德川幕府足侪摆对葡萄牙人无信任，提洗脑方法，歹势咯，读甲爱困。番外篇，巴比写1587年吼，迄个丰臣秀吉吼颁布判天然追放令吼，就是禁止天主教传播啦吼，就是禁止天主教啦吼，这含伫咧洗脑相款吼。过来是根据史料讲，丰臣秀吉真袂爽葡萄牙人吼。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塞奎拉伫一份文件讲有讲到讲，日本的女奴甚至被当作税役啦，袂到即个葡萄牙船顶。女性的奴隶，但是是啥物意思？伫咧日本从事交易吼。葡萄牙人甲日本的奴隶带到一个马卡奥，其中一寡人若沦为葡萄牙人的奴隶，还佫沦为其他奴隶吼。葡萄牙人拥有马来人和非洲人的奴隶，而即寡人又佫有家己的日本奴隶，所以日本人奴隶是奴隶吼，真地位真低吼。另外，历史学家有指出讲，丰臣秀吉一方面对葡萄牙贩卖日本奴隶表示愤慨就是真生气吼。另外一方面，家己却伫咧日本大规模来贩卖即个朝鲜的迄个活掠的人吼。还佫有讲，葡萄牙人高度重视像希腊人和日本人共款的即个亚洲的奴隶，比撒拉以南非洲的奴隶佫较重视吼。葡萄牙人认为讲，希腊人和日本人的奴隶有聪明真骨力的即种品质吼，但是也是葡萄牙人佫较介意即寡奴隶原因吼。OK， 鼓掌提奖为大队，歹势啦，提奖为大队。好，
海参哦，海参吼，我们不要讲海参，叫做海参了吼。好，安尼到遮吼，感谢各位拢有提供恁的笔记，爸比我真感谢，嘿。好，安尼咱，大家足认真的，这安尼好啦吼。无你敢若听我踮遐念是无意思的吼，无你若听甲爱困吼。好，安尼咱，你讲。无想讲迄天向要开无？会讲一寡话。好，咱歹势，天向，甲你，天向咱无看，我是无看咧伊伫内底，我看袂着伊吼，你敢看会着？有看会着啊。哦，天向遐嘛，你，嘿，顶回甲你请上台，结果甲你袂记着，我迄资料念的都规房去啊，真歹势，实在非常的歹势。敢是无方便起来，还是伊拄久去啊？甲阮介绍一下你所写的。我有转达，我有转达互伊听，伊是因为甲我讲，伊嘛真起来好。空中旅行。嘿，要讲倒一部分。你看要讲啥拢会使。你顶前有甲我讲，你本来就想要读即个《咱家写日记》原本，对吧？你甲我讲一下。哦，好啊，安尼我著先感谢即个 room 吼，提供即个机会，因为我定定咧听讲咱家城的日记即个代志，过来8冬会当了解咱家己的历史啊，一直像阿权较早咧讲诶，即若家己一个要通吼，在民国几年才会去看啦，所以有即个机会，阿权交带大家安尼看嘿，我。学习真济啦，你安尼带领吼，安尼400冬应该有机会看会煞呢，多谢。嘿，大家斗阵来学习啦吼，这是真正足无聊的史料，但是内底有足侪趣味的代志吼。你若真正，所以我也拢频繁去看有实啦，我着每一遍看都是头一遍看着啊。总是有一寡，互你感觉真趣味的代志吼，可能会读着安尼吼。OK， 所以咱继续来学习，继续来看有啥物趣味的代志伫咧内底有记着的吼。啊，我是按算讲，这若读煞会甲荷兰人的即个牧师所写的字摕来看啦吼，因日志拢写的，我看拢是海上的做务又做生理的代志吼。啊，伫咧陆地吼，一寡事情啊，或者是因宣教含在地的即个台湾人的接触含因的即个来往，我相信会记足侪，咱再来看吼。好，安尼到遮，咱今仔日就读到遮，明仔载，明仔载是拜哦，明仔载咱搁继续吼。是，好，咱再搁继续吼，安尼到遮咱开饭，感谢各位，好。多谢大家，再会。